79岁资深港星吴耀汉拍过多部经典喜剧，包括《林焕先生》《追男仔》等，笑匠形象深植人心。没想到他日前出席电影《如珠如宝》首映，惊爆自己被诊断出肾衰竭，现在每天都要接受洗肚、腹膜透析治疗，状况亮起红灯。虽然暂时没有生命危险，但需要时间休息养病，目前已暂时停工。苹果报道，吴耀汉受访时表示，自己拍戏多年常以便当、泡面果腹，长期下来让身体出状况。4年前做检查时，发现肝酵素等指数升高，去年被诊断出肾衰竭，现在肾功能只剩下20%，虽然没有立即生命危险，但需要接受腹膜透析治疗，每天4次，每次1小时，否则恐引发腹膜炎。报道指出，吴耀透露，他2星期前才住院洗肚，肚子至今都插着喉管，直到日前才拆线，之后暂时会到医院接受腹膜透析，待农历春节才会自己在家洗。至于是否考虑进行肾脏移植，他坦言自己年纪太大，医生不建议换肾，且目前公立或私立医院都爆满，连洗肾、血液透析都很难排，费用也相当昂贵。虽然亮起红灯，吴耀汉强调自己不会放弃拍戏，因为拍戏是他的人生乐趣，不会因为身体因素而停止。但现阶段仍需要时间休养，目前已暂时停工，预计2星期后可以复工。吴耀汉在70、80年代演出多部喜剧，包括《林焕先生》《追男仔》等，又和曾志伟、秦祥林、洪金宝等人被称为五福星，是香港一代笑将。